點解 Buy to Let 喺香港人群體當中成為咗潮流呢？首先喺英國買樓收租嘅門檻唔係好高，喺英格蘭北部，例如曼城、列斯、利物浦等城市，一般10幾萬鎊就可以做到業主，收租回報可以達到5至7厘，甚至更高。呢啲租金收入都可以成為將來賺取永居合資格嘅收入。若果你冇足夠現金做 cash buy， 你可以考慮做按揭，一般可以做到物業估值嘅75%。按揭嘅審批可以計算包括將來按揭物業收到嘅租金，所以買家唔一定要有個人收入。既然唔一定要返工，所以亦都唔會受到退休年齡嘅限制而影響最長嘅貸款年期。買家仲可以選擇還息還本或者只還利息，對買家預算更有彈性。若果想獲得更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